各位兄弟老早大家平安。外口搁咧落雨吼，一面来团练今仔透早要唱的诗歌，一面来祈求吼出入大家当平安赶紧来到咱的礼拜堂吼。来，咱先来看第9首《万有三甲自执欢喜》。第1節。萬有三甲自執歡喜，我樂上帝這聲音聲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上帝親愛無窮無盡，創造天地海甲萬民，我樂地被應降上帝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第2節。日頭出天大歌馬蹄，日落日出來接阿明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天地氣息隆頌歡喜，天地小雅為當聖經，我樂地被應降上帝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好，第2首是第492首回應詩，主當我有困難的時。这首敢若较少笑吼，咱轻声更琴多一摆。好，第1節。我的我平安的心，我被罪的罪应，我心中莫欢喜的心，被我乐里不停。第1節個一擺。我的我平安的心，我被罪的罪應，我心中莫歡喜的心，被我樂里不停。第2節開始，咱牧師有解歌詞吼，咱來讀做伙讀。當我靜靜向前的馳，你正看見會疼，你做受攻擊的目標，受忽略的孤單。3節，因為你已經受看見，我無過做逃兵，反倒正做順趁奴僕，真實朋友找用。4節，當擔使命苦難惡弊，我願向前跑走，來修補破裂的鋪條，甘願受苦榮耀。第5節，無看別人，只看一人，是看為着的你。你帶我行到最終站，榮耀別位袂見。好，咱做伙來唱第5節。第5節。我把浪子
平遥望为归去。啊，咱有带手机啊，请咱关震动也是关机，多谢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你徛起的所在，互人显你意爱。我恋慕上主的殿院，到要分去。我的心神应我的上帝欢喜唱歌。以色列啊，要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。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。圣诗第9首，万有三甲自集欢喜，请咱三甲起立来吟全首。
即条咱三甲用新的诫命来信仰告别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即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。即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即条咱三个来看上帝话启文记载第一篇，启文第一篇记载《申命记》第6章的所在。我来读，让这来引。以色列人着注意听，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应允。以色列人着注意听，恁着全心、全情、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今仔日命令恁，这话着记伫心内。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呢行，搁着绑伫手呢做记号，着写伫厝的门徛。即条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主上帝，愿感谢阿罗你。愿知你是阮目睭所未看见的神，但是阮的心灵以及阮所经历到的奇妙的事甲平安，愿知你是比世间的王搁较伟大。也是阮心内所尊重甲敬畏的上帝。你捌差遣你的独生的圣囝主耶稣来到世间人的中间，搁伫人类社会传播听甲拯救的消息，也用诚恳甲迫切的话来招人有份伫天国的平安。上帝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互阮成做你拯救的儿女，阮实在真有福气。通因为信主耶稣来领受永望甲平安，因为阮要感谢你，因为阮成做你宝贵的儿女。总是阮有时看重家己比你搁较要紧。阮双手牵条世间的财富甲知识，直到袂记你的存在，甚至违背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求你的神教示阮，互阮对自我中心的梦中醒起来，因为阮所有物质甲地位袂会救阮的灵魂，阮所有的一切嘛袂会帮助阮进入天国。只有基督的死甲搁活的事实，只有阮心内觉醒的信仰甲肯定的倚靠，才会互阮得到救，阮的灵魂才有将来天国的荣耀。
那愿这个受恩，搁常常袂记你运费的囝儿，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怜悯原谅阮的骄傲甲过失，恳求你用你真理甲活命的话，来满足阮骄傲脆焦的心灵，通结出丰盛好的果子，来荣光你的圣名，搁利益阮四周围的人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条圣歌队要用我是啥人，带咱来敬拜。
一条，咱三甲恭敬来读上帝话，记载新约哥罗西书第1章，咱要对15节看到29节。15节，基督是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，伊是大囝，比一切受造的较早有。因为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，就是伫天顶、伫地上看袂到的，甲看袂到的，连界做王位的，甲主政者、统领者、甲掌权者。上帝通过伊，也为着伊创造万有。也未有万有以前，伊就存在。万有靠伊来连结好势。伊是教会，就是伊的身躯的头。伊是元首，是大囝。上帝予伊成做头一个，对世人中搁活的，通伫万有中成做第一。因为上帝照家己的旨意，将家己完整的特性充满伫伊内面。20节，通过伊的囝，上帝予万有，无论伫天顶还是地上，拢甲伊和好。上帝通过伊的囝，伫十字架顶流血死，来促成和平。恁呢？恁有一时甲上帝断绝关系，心思甲伊敌对，做歹代志。毋过现在，上帝已经通过家己的囝肉体死，互恁甲伊和好，成做圣洁、无缺点、无通嫌的祭物，献伫伊面前。23节，恁着坚持信仰，坚固徛在，互恁听到福音的时，所得到的望无动摇。这个福音已经传予天下所有的被造物。我保罗就是这个福音的采用。当我为着恁受苦，感觉真欢喜。因为我肉体受苦，是咧完成基督为着伊的身躯，就是教会受也未了的苦难。我做教会的采用，我对上帝领受的任务是为着恁，要将伊的信息完全传开。这个信息是历代以来对人类所蕴密的奥秘，现在已经对伊的信徒显明。27节，上帝要予因知影，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安尼丰富佮荣耀。这个奥秘是基督伫恁内面，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愿望，所以阮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，用达款的智慧来劝解，佮教示正人，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正做成熟的人献予上帝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我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，尽力在拍拼。今仔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看袂见的荣耀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需要你的帮衬，踮伫这个世界充满破碎、破裂的时，愿主使用阮每一个人，通成做好好的使者，也求你帮助阮。面对这个气候变迁的时刻，求你，互阮搁较有怜悯的心，真正看见你所创造的土地，会当踮伫你内面恢复好好。
愿你使用阮，也愿你将你的话刻条点伫阮逐人的心，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愿这代平安。当咱看到即礼拜天气咧变化的时阵，毋知影逐个人心内底安怎想。一礼拜前，咱遮拄着一个真大的风台，也造成台湾侪侪所在点伫困苦中间。当咱看到风台佫出现，毋那是今仔日，可能后礼拜又佫有风台要出现的时阵，毋知咱逐个人安怎来想即项事呢？踮伫咱的祈祷中间，是祈祷讲，主啊，你会当赶紧，互即个风台会当转向袂？主啊，你会当互即个天气恢复稳定吗？也是踮伫咱的祈祷中间，咱会当学习继续向前来迈进。但是，咱的祈祷要向前，咱需要看见，搁较侪看袂见的代志。前几日，甲一个青年人咧分享，伊住伫湾里，伊讲伊的阿公住伫基德，所以伊就讲，当风台要来的时阵，阿公敲电话互伊，讲即马看起来敢若无啥好势，所以伊足紧张的，赶紧开车。对原理到伫基德，将伊阿公赶紧甲伊接来，然后佫转去看的时阵，已经看到讲规间厝内面全部拢咧漏雨，规片踮伫庄脚所在，所有的大概拢无电。这个无电的状况持续了要接近一个礼拜。踮伫分享的过程中间，我就问伊讲安尼。阮到底会当如何为恁来祈祷呢？伊讲其实我嘛毋知呢。现主事就是遮尔严重。你讲物资吗？有侪侪人咧管；钱吗？嘛有侪侪人咧管。但是问题是甚物？都是无人啊，都是无人会当斗相共。所以咱嘛踮伫电视顶悬，咱会看到有人要去看磅礴，结果跋倒来。有人要去，敢若会当家己踮伫遐咧修补遐个厝尾顶，所以发生意外。伊讲我其实嘛毋知，因为即马看起来钱有啊，物资嘛有啊，但是就是无人会当来到伫遮。伊讲就算讲我一直想要找，看有人会当来补遮个厝顶无，但是永远找袂着工人。有侪侪看袂着的代志，其实是咱踮伫生活中间袂去注意到的。当咱听到侪侪人踮伫受苦的过程中间，咱的祈祷会是甚物呢？迄个祈祷检采就毋那是讲风台会当赶紧来转向，是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每一个人真正愿意参与踮伫彼此受苦的状况下面，互阮会当重新看到台湾这个土地赶紧恢复。伊的美好，只有追求迄个看袂见的事，咱才会当来问家己讲，到底我应该爱做的是甚物？其实，咱每一个礼拜咧读圣经，咱嘛爱做伙来理解一项事，就是每一段的圣经拢有背后所要表达的事，嘛有写者的文字，伊所想要侪侪。读到这段圣经的人所讲的消息，今仔日咱读到哥罗西书，哥罗西是保罗的书信中间一个，每一封保罗的书信也有伊所要应对迄个教会现主时所拄着的。哥罗西的信徒主要大概拢是外邦人，外邦人来信耶稣，因嘛带着侪侪异教的文化。所以，就算讲因接受耶稣了后，但是真紧就开始受到当地侪侪文化来影响，就开始佮接受侪侪异教的文化，包括啥物咧？有的是犹太教，你应该安怎做？你就是爱守啥物款的律法？有的嘛强调讲，遮个异教咧讲，耶稣不过就是灵界中间心灵的一个尔尔。伊就是遐个神中间的一个尔尔，所以有侪侪声音踮伫这中间。保罗知影这项事，
其实保罗无教伫哥罗西，伊写这的文字，都是主要要劝勉每一位哥罗西的信徒讲，恁爱定心来徛在踮伫耶稣基督的拯救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第1章对15节开始，因为咱有当时啊看 PowerPoint， 咱无法度理解伊所要表达的。若是看纸本的圣经中间，咱会看到讲，对15节到20节，这本身是一首诗，这本身是一首懊恼上帝的诗歌，是踮伫初代教会中间，定定咧讲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。所以因会用这的诗歌做表达。一开始伊就写着讲，基督是什么人？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，伊是大囝，比一切受造的较早佫有，比一切受造的佫较侪较早就有啊。所以咱知影伊咧表达啥物无？侪人讲，耶稣不过就是这的神的一个尔尔。但是踮伫遮，保罗甲大家讲，耶稣就是迄个超越的迄一位，就是迄个超越的迄一位。所以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，踮伫天顶伫地上，看会到也是看袂到的一切，拢是对伊所创造。保罗真清楚甲所有人讲，咱所信的耶稣基督就是迄位甲上帝同在。掌管万有的主，伊毋那是一个历史的人物，也是道德的款神尔，伊是宇宙的救主，所有创造的一切，拢爱降服踮伫伊的下面。伊佫继续讲啊，伊也未有万有以前，伊就存在，万有也我靠伊会当连结好势啊。所以伊伫咧强调。耶稣基督就是迄个头一位，耶稣基督就是迄个对创造开始就已经存在的迄一位，为着要联系整个世界，所以保罗就将焦点来带哥罗西教会兄弟姊妹讲，你爱来看到底耶稣基督的行动是啥物？耶稣基督道成肉体踮伫咱中间，所以咱。观看伊的作为，学习伊的教导，也经验伊所行的神迹。每一项事，保罗拢要大家人分享讲，只有耶稣基督，才是咱唯一的拯救。只有耶稣基督，咱才会当看见新的可能性。伊佫继续来这个人讲，因为上帝照家己的旨意，将家己完整的特性。充满伫伊内面，通过伊的囝，上帝互万有，无论伫天顶地上，拢甲伊安怎好好。伊写到伫遮的时阵，其实咱过去圣经的版本中间会强调迄个完整的特质，侪人会将即个物件另外一个翻译，叫做丰盛啊，丰盛这个字。就是丰盛的意思是上帝完整的特性。安尼，咱就爱来想看觅，咱咧理解基督徒的丰盛，甲保罗踮伫遮所要表达的丰盛，到底有啥物款的差别？对基督徒来讲，咱会感觉所谓的丰盛是上帝赏赐一个稳定踮伫我的身上。互我伫一切所做的事，拢通得到顺遂，拢通得到亨通。所以，咱会踮伫无意识的中间追求侪看会到的物件。看会到的物件，你爱趁较侪钱的生理爱有足好的发展，爱穿他了水水。咱会将讲看对遐会看会到的物件，认为讲这叫做生命的丰盛。但是，如果咱踮伫遮了解讲，伊所要表达是一个完整的特质，迄个完整的特质是啥物？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，会当互全世界整个所有的人踮伫伊内面好好，这叫做完整。若是安尼来看，
咱会当领受迄个稳定是啥物？生命的丰盛会是啥物？就是人甲人中间会和好，人甲即个世界会和好，人甲整个宇宙万物会和好，这就是保罗点伫遮所要表达迄个生命的丰盛。若是安尼来看，咱会当如何为着点伫受灾的人祈祷呢？如果安尼来看，迄个丰盛会是啥物？主要求你帮掌管，特别点伫济济现主时，因为风台点伫灾害软弱的人，主要求你帮掌管，不管尽管家己的开力，管就算讲会当做，也是袂当做，拢袂要紧。但是管会当重新来起一座好好的桥梁，会当彼此联系，这是好好。咱嘛会当看到济济人，看到咱台电的工人，伫遐一礼拜拍拼努力，等于是无咧休困，为着要互所有的电会当恢复的时阵，咱也阁看见迄个好好的工作。咱也看到讲济济人努力，要互遮的互拍歹的厝重新阁恢复的时阵，这拢为诚侪咱的祈祷。嘛通过安尼，咱的生命去经验什么叫做基督徒的丰盛。也就是讲，保罗通过这首基督的诗歌，伊咧表达一项事，就是伊对宇宙到伫整个人甲人的团体，最后才来到伫个人。所以每一个人的信仰，毋是干那个人性的。是咱必须爱面对整个团体，以及整个世界、整个宇宙。这是保罗点伫遮伊所要表达的物件。当咱追求迄个上帝完整的特性，互咱得到生命的丰盛的时阵，咱会当看见咱所仰望的即个土地会当愈来愈美好。咱看到人甲人中间会当经验真实的和好。但是，这个好好的工作对对来，这个好好的工作就是对耶稣基督，对耶稣基督，互咱为着每一个人定死点伫十字架，点伫定死点伫十字架的受苦，才会当带来这个完整的特质。总是人上大的困难是啥物？人上大的困难就是咱干那我靠家己看会到的事。咱敢若会我靠家己会看会到的事去判断，认为讲我看到的就是安尼，但是咱袂去想讲，阁有足侪是我所看袂到的代志，敢毋是？我敢若看我所要爱的，至到我袂记你去看，踮伫遮保罗所咧表达的，咱是整个团体，是每一间教会每一个所在，咱是一体。以及点伫整个宇宙万有中间，上帝创造咱的意义。所以，当咱愈来愈将眼光放伫遐看会到的物件的时阵，咱就会造成侪破坏，咱就会造成侪分裂。点伫台湾的社会中间，其实这几年来，咱受到真大的冲击，就是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愈来愈分裂。大家人敢若注重家己所要爱的事，也通过点伫网络顶面，每一个人拢会当塑造家己想要爱的团体。嘛，因为安尼，咱就会看到讲，一个阵营，一个阵营，敢若彼此咧对抗，彼此咧冲突。但是大家人拢一直袂去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咱所做遮个选择，咱所做的遮个事，敢真正是为着整个环境搁较好吗？无共款的政治立场，无共款的宗教信仰，无共款的族群，愈来愈增加遮个分裂。点伫遮个分裂的时阵，咱会安怎做？就是大家人拢会走转来讲，我著组织一阵吼，听有我咧讲啥的人，关心我所要关心的议题。少年人就讲，这叫做同温层。咱就是组织一个我所要爱的同温层，互我会当踮伫遮，我感觉家己较好势，也是敢若得到
较侪困难的尔。咱伫无注意的中间陷入一个叫做自恋的心态，敢若米伫同温层内面，咱敢若都是敢若看到家己，敢若看到家己认为讲，这个世界就是这物件，就是我所会当看到的这物件。期待别人拢甲我共款，期待别人去做我所爱伊做的代志。咱真做一个一直咧迫害别人的人，却家己拢毋知。咱也阁认为讲，哦无啊，我拢是足认真咧做啊。咱真做一个迫害别人的人，但是咱家己完全无任何的感觉。咱袂去想要看讲别人到底有甚物上帝所做水的事，因为每一个人敢若关心我所看会到的物件，敢若关心我所爱的。总是耶稣基督就是迄位行入踮伫人中间的主，是行入踮伫性命破碎的主，是行入踮伫每一个分裂甲冲突中间的主。伊牺牲伊家己嘛，伊牺牲伊家己，真做咱的模范，也都是讲，如果咱望别人会当有改变，望别人会当有新的可能性，有新的成长，真正重要的事是啥物？咱家己必须爱牺牲，咱家己必须爱拍破家己，咱家己必须踮伫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！我就是照保罗所讲，我就是迄个头一个有罪的人，上济罪的人就是我家己，所以我需要拍碎我家己，通看见身躯边的人会当得到好好，看见身躯边的人重新恢复迄份对生命的热情。保罗继续咧写这段话的时阵，伊才会当伊讲了基督的诗歌的时阵，伊就转来到伊家己要表达的。伊讲为了要鼓励咱正兄弟姊妹持守信仰，坚立踮伫这个稳固的基础中间，我真做这个福音的车音。保罗讲，我真做福音的车音。咱敢有感受到讲，我真做迄个车音嘛？还是我是迄个叫别人去做代志的迄个人咧？到底咱是福音的车音，也是咱是迄个爱别人去做我爱伊做代志的迄个人咧？保罗所讲的，伊一生咧学习的是真做福音的车音。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就是面对生命真实的受苦。保罗才会继续宣讲，基督就踮伫咱正人的生命中间，互咱会当分享伊的荣光。基督毋单是为咱死，基督更加是活伫咱每一个人的内面。请咱来记住这项事。基督毋是干那为了咱死那尔，基督活伫咱每一个人的内面，也都是讲踮伫咱身躯边每一位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间，拢有耶稣基督迄个美好的款式。当咱认为讲只有照我安尼做才是对的，你做遐毋对的时阵，咱就是咧做啥物？咱就是咧犯罪，认为讲身躯边这个人无耶稣的款式，也都是因为安尼，保罗才会表达讲，爱破碎家己，为着每一个人活的。面对这的受苦，保罗所讲的受苦就是安尼，所以伊才会拄着迫害，拄着互人钉石头、鞭拍、关伫家角中间，伊却讲，我认为这是稳定。若毋是安尼理解，咱读到伫保罗受苦的时阵，每一个基督徒一定会讲：哦，若是会当好，我绝对不爱受苦。当然啦，若是会当，无任何一个人愿意受苦。但是就是因为保罗非常清楚知影，伊所领受的就是耶稣基督活
活伫伊内面的迄份应允，所以伊知影，就算讲是受苦、累骂、鞭拍、迫害，这拢是啥物？伊行伫甲耶稣基督共一条路，共耶稣基督捌经验过的即条路，为成做伊生命真实的拯救。这才是咱所咧讲的。现在活的无过是我，乃是主基督踮伫我内面活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咧学习这个功课，每一个人拢咧学习咱的生命，若无有真正的破碎，无真正的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咱无法度看见身躯边的人会有啥物款的改变的。咱永远敢若想要求别人的时阵，咱永远看袂到真正的阳光。所以踮伫这个听愈来愈高大的时代，其实教会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大家人拢会认为讲，教会爱用济闹热的方法，也是看起来互人感觉舒适的方法来吸引人，会当来到伫教会中间。总是踮伫这个看起来愈来愈冲突，也愈来愈失去听的时代，教会唯一会当徛得牢的关键是甚物？只有十字架的记号，只有通过咱每一个人愿意受钉死，踮伫十字架，咱才会当看见迄份看袂见的阳光，会搁一摆充满踮伫咱中间，才会当看见讲上帝好好的工作，踮伫人甲人中间，踮伫人甲世界、甲整个社会、整个宇宙万物，重新看见主的阳光。这是保罗哥罗西书所要表达的事。信仰毋是干那踮伫咱个人的满足那尔，信仰是需要个人的破碎去面对着整个团体，以及整个团体也同齐咧面对这份破碎的时阵，为了要见证上帝完整的特性，就是咱生命的丰盛为踮伫咱中间。过去这几日，咱的囡仔踮伫对面咧办夏令营，踮伫这夏令营的过程中间，逐摆我听到咱对小六起来国一头一摆咧做辅导的人分享，我拢感觉就有意思的。因逐个人踮伫每一天检讨会内面咧分享的时阵吼，就开始咧讲哦，倒一个囡仔足歹管教，倒一个囡仔足皮的。啊，当开始才会讲的时阵吼，啊边仔的人就会讲吼，安尼你知影你过去就是这个吼，你知影你过去就是安尼吗？你知影你过去嘛是捌行伫这条道路中间，是只有一步一步看见上帝的光的时阵，咱才会发现讲，原来哦，家己过去就是造成别人受苦的迄一位啊。当咱发现讲，原来咱家己就是造成别人受苦的迄一位的时阵，咱才会当去发现讲，哦，真正需要破除的可能是我家己。因为每一个囡仔拢会讲，啊，这若是，都毋是我家己的囡仔，若是我家己的囡仔，绝对都该伊掠起来拍。但是正做一个辅导，就袂当做这的事啊。所以因的主题叫做不可能的任务。我讲，咱永远爱知影，每一个人会踮伫教会中间，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囡仔会组织。踮伫咱的教会参与这个活动，伊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但是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是什么？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是建立踮伫咱愿意拍碎咱家己，毋是追求看会到的。哦，今年偌好耍，有偌济人，当然我必须讲，这永远是重要。但是真正重要的事是，咱敢有看见？每一个人
踮伫济济的服侍中间经验破碎无？经验着我家己其实就是迄个，对我过去就是迄个造成别人受苦的迄一位。所以今仔日，当我尽忠咧服侍的时阵，我也共款咧经验着迄份受苦，我才知影，原来这就是耶稣基督为着我所定时点伫十字架付出的代价。只有安尼，咱才有法度看见新的阳光啊！只有安尼，咱才有法度看见一代搁一代的囡仔，踮伫教会中间，因渐渐成长，也得到新的使命，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站。毋通踮伫教会中间，这个社会整个的世界需要也是拢共款。这事拢是困难的，但是上困难的是啥物？所有的代志拢足困难的，但是上困难的是，我家己需要打破家己，我家己需要经验。耶稣基督每一个时刻拢对我讲话，这才是上困难的。咱会感觉要改变别人足困难，咱会感觉要互遮个囡仔乖乖坐伫遐足困难。咱会感觉互遮个辅导会当愈来愈成熟足困难，是这拢足困难。但是上解困难的就是我家己无愿意经验破碎，我家己一直认为讲我就是迄个已经得到稳定的人，所以我爱来甲你讲，你应该安怎？上困难的拢是家己，上困难的拢是家己如何经验破碎。保罗踮伫遮咧写遮的书信的时阵，咱看到一个写批的人想要鼓励这兄弟姊妹，但是咱就会不断地发现讲，伊讲到上落尾拢是咧表达啥物？我保罗正做教会的车印，我正做耶稣基督的车印，我本来就是迄个上界有罪的迄个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稳定，耶稣基督为我来死，现主时我会当真实去活出耶稣活伫我内面的阳光。也照着安尼，伊会看见身躯边遮兄弟姊妹，虽然哥罗西教会拄着遮尔济的声音，但是这每一位兄弟姊妹也共款踮伫迄个迈向成熟的过程。每一个人拢伫迄个迈向成熟的过程，直到伫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咱达到伫完全。这才是真正看袂见的阳光，是耶稣为着咱所做，踮伫十字架所显明伊的拯救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，看袂见的荣耀，真正向前。你正做迄个受看见的痛、受攻击的目标、受忽略的孤单，因为你受看见，我会通无过是刀兵，反倒是仆人，正做真实的朋友。是重担，是使命，是苦难，是奥秘，我愿向前。我愿回应天宝破裂的呼召，甘愿受苦的荣耀。无见别人，只见一人，看会到的你，带我行远路尾，看袂见的荣耀。咱所咧追求的是，只有耶稣受看见，毋是任何一个人受到称赞，任何一个人受到懊恼，只有咱破碎咱家己，咱才会当看见真正的阳光要显现踮伫咱中间。上帝所讲迄个完整的特性、生命的丰盛，会充满踮伫咱。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来回应上帝的话。
主的更挂下古开起那个时，我要给最给你吹行，我心充满欢喜的时，要好好你无停。当我下一行真向前地行，你正看见个听，你最受攻击的目标，受苦了的孤单，因为你已经受挂记，我无个罪道病，还当这罪顺叹落报，真是毕竟有责任。当大树边可南无边，我汉向前跑走，来受保破裂的好调，甘我感受苦经验。无看别人，只去看一人，是看过家着的你。你带我行到最终站，应要把归袂见。同心来祈祷，主求你帮掌管，当阮一直追求济看会见的成果，看会见的事的时阵，阮愈来愈发现，真正阮是软弱，因为愈追求这个看会到的事，阮就袂记你藏伫阮逐人生命中间真正的使命，是为着互人甲人重新恢复和好。互这个世界恢复和好，互人甲你会当重新个恢复和好。所以通过保罗，阮搁一摆知影，阮家己就是迄个上大的罪人。我何等需要受破碎，受着你的拯救。所以通过十字架的记号，阮会当重新搁领受新的活命，求你赦免阮，求你怜悯阮，求你改变阮，互阮会当看见生命真实的丰盛，充满踮伫四周围。愿你听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咱当时毋是，咱即马先请校长来分享夏令营的回顾。大家平安，感谢上帝保守甲带领，也感谢每一位投入活动设计的青少年甲同工。阮即摆活动用圣经故事甲济的体验活动，互囡仔一摆搁一摆做任务的挑战，学习通过信心、勇气，依靠上帝甲团队的合作来完成任务。即摆野会主题无可能的任务，阮有用演戏的方式演出大笔甲歌利亚，互囡仔知影上帝无看人的外表，无看人的年纪，也是能力，是看人的内心，互因知囡仔嘛会当互上帝来使用。伫人看做无可能的代志，相信有上帝带领，搁较困难的代志，也拢会完成。
经过任务中的成功甲失败，咱的囡仔也亲身来体验，考家己真正有够困难，但是靠主凡事拢会。信仰无过是圣经的故事，是生活中的快乐。即摆宴会，我嘛看见上帝安怎使用囡仔，甲咱的青少年，伫任务中做伙成长，互无可能的任务变成信心的起点，对无可能变做我会当做。看起来无可能的任务，互咱的囡仔会晓倚靠上帝，用行动来突破因的软弱。青少年嘛伫服侍当中，看见因的能力是无限的。愿咱继续来陪伴咱的世界，用上帝的眼光来认捌因家己，嘛思考上帝要互咱完成的任务是啥物。煞接，请咱做伙来欣赏今年的活动影片。
哇，变猪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把那个鱼脱掉！不要！不是！1、2、3，这边人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这边。1、2、3，这边。1、2、3，第二。
鼓，来一起跳。你创造海洋星宿，你星星创造了我，以永恒爱来爱我。你是我大声欢呼，你是我喜乐跳舞，我要不停来歌颂，奇妙的造主。我是神美好的创造，我手造奇妙的美好，在你身上超奇妙，你对我真好。我是神美好的创造，我手造奇妙真美好，喜乐的微笑，勇敢去拥抱。你对我，你对我，你对我真好。我是神美好的创造，我手造奇妙真美好，喜乐的微笑，永远就真的，你对我真好。我是神美好的创造，我手造奇妙真美好，喜乐的微笑，勇敢去拥抱。你对我，你对我，你对我真好。这条咱要来回应上帝恩典甲疼，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请坐。咱来看教会消息的报告吼。咱过来这礼拜三圣经学堂，咱会休困一摆吼。好过来这礼拜阮全家会出外，所以若是有紧急的事，请咱联络张节牧师也是王传道吼。过来第二项，咱礼拜五点伫今仔下晡有举办迄个礼拜诗琴选
应用工作，若是有兴趣的兄弟姊妹，会当来到伫大礼拜堂遮来参加。好啊，后主席是公报社文字传道的奉献主席吼，啊，公报社差派地现任牧师来到咱教会，啊，我会交换讲来到伫锡安教会，请咱也同齐关心教会公报的一事工的需要吼。好，过来第四项，咱顶半年度遮个校普的检校，那继续咧进行，请咱的团契会当准备遮个资料吼。好，过来，咱的儿童夏令营会踮伫第2堂礼拜中间来带领整个的礼拜嘛，感谢踮伫即礼拜中间有侪老师、青少年以及咱妇女团契侪咱同工的协助甲付出。好，过来咱踮伫8月初3父亲节感恩的摊礼拜中间有洗礼健身礼，若是小儿洗礼的部分吼，若是你有囡仔要接受洗礼，会当阁会当报名吼，所以嘛，请咱注意遮个消息。好，过来，咱教会的120周年的纪念刊准备要出版吼，全部是差不多280页。若是你有需要纸本的，咱的兄弟姊妹吼，请咱会当到伫办公室这边来做登记吼。咱就照咱登记的数量遮来进行印刷。因为要响应环保啦，因为有当时吼，到伫上路尾拢一本一本，若亲像迄个砖头共款踏伫仓库内面。所以若是你有想要爱的，欢迎咱拢会当踮伫办公室这边来登记。若是你想要电子版的，这边嘛会出电子版的迄个特刊。所以你若是需要电子版的，你会当直接看电子版；你有需要纸本的，你就踮伫办公室这边来做登记吼。安尼才会当掠迄个印刷的数量。好咱踮伫8月初2到8月初9的下晡，咱有进行咱教会导览课程的培训吼。所以嘛，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。踮伫8月初2到初9，咱的课程是无共款的吼。8月初2头一讲牧师的分享，教会正做文化资产对社会服务的使命。第2讲，咱邀请咱教会的小白老师，伊的分享文化资产品牌塑造甲形象的推广。过来咱会介绍整个咱志工的整个认证的遮个介绍吼。8月初9的部分，8月初9头一讲，咱会邀请成大博物馆的导览员来咱分享侪导览实物会拄到的撇步。过来遮请成员甲咱分享咱大礼拜堂、小礼拜堂按整个咱每一个所在的故事会当安怎介绍，以及请耀文长老甲安怡老师来分享101展场现主时，咱是怎样咧邀请侪人会当来到伫遮参观。所以你若有兴趣想要参与遮个课程的，拢会当来参加吼。报名互阮知影大概偌济人。若是你随时有想要来，其实到8月初2、8月初92天，你拢会当做伙来参与吼。好，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吼。这是咱三甲来看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一摆，然后兄做做伙来读。伫哥罗西书1章23节，恁着坚持信仰，坚固徛在，互恁听到福音的时所得到的愿望无动摇。这个福音已经传予天的所有的被造物。我保罗就是这个福音的采用。咱做伙来读2摆。恁着坚持信仰，坚固徛在，互恁听到福音的时所得到的愿望袂动摇。这个福音已经传予天的所有的被造物。我保罗就是这个福音的采用。哥罗西书1章23节，搁一摆，恁着坚持信仰，坚固徛在，互恁听到福音的时所得到的愿望无动摇。这个福音已经传予天的所有的被造物。我
保罗就是这个福音的切应。哥罗西书1章23节，这是咱三个来吟上营390首。学了天地万物本源，咱三个起立来吟全首。